呢集咧，樂活兒就帶你參觀一下比較新式嘅中型院舍。今次示範嘅院舍咧，全院一共有113個宿位，人數嚟講都算係中型偏細嘅院舍。中型院舍嘅特點係院友人數唔會太多，但係同時咧又有唔少嘅活動資源。入到嚟大廳，院舍就將闊落嘅空間再分成2個活動區域，方便護理員觀察一班嘅院友活動情況之外，院友一齊睇電視都近啲清楚啲。今日咧咁啱遇到有義工嚟到院舍做活動，2個活動區各有各玩，任君選擇。而雖然啦，中型院舍嘅宿位數目唔算好多，不過咧院舍都提供咗唔同嘅房型俾院友選擇，例如單人房同埋雙人房，亦都會有多人房。而每間房都有通風窗，保持空氣流通之餘，加埋布簾就可以增加翻私隱度啦。而房間裏面嘅設施咧，都係安老院嘅標準配置，包括床頭櫃可以存放院友嘅個人護理用品，電動護理床方便協助行動不便嘅院友坐起身，活動床欄減低院友跌落床嘅風險，呼喚鈴方便院友揾職員幫手。除咗活動區同埋休息區之外，院舍亦都設有運動訓練區，院友可以喺度做一啲嘅物理治療運動同埋職業治療訓練。想知多啲關於安老院嘅資訊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留言樂活兒嘅頻道啦！